運動好處多，相信冇人有異議㗎啦。持之以恆嘅運動唔單止可以令我哋強身健體，仲令我哋身心康泰添。而且運動仲為我哋嘅人生帶嚟力量啊！尋晚就同大家講到，有一班露宿者因為跑步令到佢哋重拾自信喎。留意個呼吸，記得係啦，望住前邊，係啦，望住前邊，係啦，係啦，提腿，係啦，提高啲，係啦，提腿，係啦，擺手，留意自己擺手，擺手都係啦，記住留意自己擺手，係啦，OK 啊，呼吸，OK 啊，呼吸 OK 啊。今晚我訓練咧係跑咗5至7 K， 咁咧都順利完成咗。咁啊，對於比賽嘅時間咧，我係有信心嘅。我亦都唔想話突破過往嘅時間啦，但係能夠保持冇退步咧，漸進，我覺得已經係好 OK 㗎啦。係啊，我都有就住跑嘅，因為啱啱康復完啊嘛。咁我透過休息啦，冇咁容易受傷嘅。跑步唔單止係個講求體能嘅運動，更加係對意志力嘅一份磨練。兩樣嘢對無家者嚟講都唔容易㗎。到底點樣去幫無家者挑戰自己呢？因為其實佢哋本身咧都可能唔係成日做開運動啦，咁變咗一開始要氹佢哋啊，或者令佢哋開始去訓練嘅時候，有時都需要啲時間，因為佢哋可能本身個初衷都係嚟試下啦，嚟玩下啦，咁佢哋未必對跑步嗰個興趣係咁大。嗱，佢哋就會喺你身上學到一啲跑步嘅技巧啦。咁你會唔會喺佢哋身上都學到啲乜嘢咧？都有嘅，係啊，調翻轉係喺佢哋身上面亦都會學到堅持。譬如可能我哋有時叫佢跑30分鐘啊，或者20分鐘啊，咁佢哋有時係個能力係未必可以全程去跑嘅，但係佢哋慢慢嚟得多之後就話：哎呀，應承咗㗎嘛，咁我哋話咗要做呢個時間，咁我雖然未必跑到，咁我飲啖水我行埋去啦。佢哋個轉變都好大喎。哇，好大嘅！佢哋每一個人個轉變都好大，係啊，因為佢哋可能一開始嚟嘅時候真係會有無限咁多個嘅藉口，話唔跑或者定係我跑少啲啊。但係到咗依家你可能頭先見到佢哋，即係就算同佢哋講我哋今日跑比較長嘅，佢哋都係好啊，冇問題啊，係啊 OK 啊，我哋跑，即係你會感覺到佢哋嗰個開始有個熱誠喺度，就係冇問題啊，我咪做咯，係啊，我想去跑步，我中意咗做呢一樣嘢。咁喺過程之中，仲有冇啲其他好 surprise 或者好感動嘅事情可以分享下咧？有嘅，我覺得最緊要一件事就係慢慢同佢哋之間建立咗個信任，因為可能頭1、2次嚟陌生人，佢哋唔係會好想同你溝通，但係慢慢熟落咗啊，開始有唔同嘅訓練啊，佢哋開始講下笑啊，或者會分享下佢自己平時嘅嘢啊，同我哋一齊傾下偈啊，同埋我覺得係令佢哋會對其他人會有翻個信任，願意肯放開佢自己，去相信其他人。我覺得呢個係對我嚟講，或者對團隊，或者對任何一位佢哋任何一個跑手嚟講，都係一個運動以外最大嘅得着。睇住隊員跟教練跑咗一段時間，個個都滿頭大汗，但係喺佢哋面上面見到嘅係從心底而發嘅笑容。喺呢條跑道上，大家都衝破咗體能同埋心理上嘅關口，一步一步咁建立自信心，由漫無目的喺人海中浮沉，到目標清晰走出新方向。當中要多謝嘅人好多，但係相信就包括永不放棄嘅自己啦。人生就等於長跑咁樣啦，當中係有啲係好唔如意嘅事情發生嘅，但係咧我透過忍耐同等候咧，最終都係跑出我人生嘅步伐。從人生失意到跑出新生，已經結束咗露宿生涯嘅運程，並冇離開無家者嘅集中地。佢善用自身經歷，聯同有心人士一齊做義工，希望以微薄力量溫暖一眾無家者嘅心靈。